耶，大家好，希望我有开始啊，有，好，那大家应该都可以加入了，因为我不小心把卡户的画面已经放出来。哦，对，我们已经开始，好，那个真是稀客啊，这个好难能可贵，又能邀请到我怎么说又邀请到里乌来联动了。哇，我真是受宠若惊哎！那你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优。我相信我们见过面了，应该是蛮常见面的。对啦，好。等一下，我要戴一个眼镜，看起来比较博学多闻。第一名斗内1000吗？可以呀。我现在贴的这个连结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卡户，然后大家等一下可以帮我打倒礼物。痛扁，对。大家可以用手机或是扫那个上面的 QR code， 对，还蛮方便的。然后，对，就要么就扫那个嘛，要么就手打嘛，要么就按那个叫什么？按那个连结，对，手打面，打倒12000的礼物吗？没有啦，也没有12000啦。打倒长发男。好的，那我们来聊聊长发男吧。好，想说给大家一点时间加入，因为那个卡户特是要缴那个年费的啊，我都缴了，没有人加入，我会蛮难过的，所以请大家来。对啊，那个卡户就是那个收费很阴险啊，所以大家这游戏是免费的，大家可以多参与。对，或是于心不忍的话，可以donate我，就有钱可以缴卡户费。对，然后就是我本来以为他是月缴的，但是那个我今天准备要刷下去的时候，发现他只能年缴，然后就比较贵，所以我就觉得很难过。我本来想说我月缴之后，我就1个月内多开一点这种台，但是后来发现他只能年缴之后，我就变成我要1年到那叫什么1年到头，我就要花1整年到处开这种台，这收费很阴险啊，所以大家踊跃参加吧！而且第1名的奖品很好哦。对，第1名可以抖内礼物1000元哦。不是，不用第1名也能抖哎。对啊，被迫变成长期计划。对。第2名可以抖内火100元，第3名就是皆大欢喜，2个人都抖内100元。没错，太棒了！耶！真的抖的人抖得开心，拿钱的人也拿得开心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没错。好，希望我没有挡到太多人。不是，怎么只有3个人？3个人的话是不用缴钱的，可不可以来第4个人？我要生气咯。至少可以来4、5个，至少要4个。屏幕上这些就刚好前3名啦。对呀，是怎样啊？快点！大家欢迎加入哦！直接抖内拿到名字，作弊！抖够多的话，什么都可以哦。对，那个公开表扬环节，就是我这礼拜1、2、3都没开台，然后我发现礼拜2我的猫猫最可爱了，偷抖200块给我，好突然，所以我要公开表扬，谢谢猫猫，我就靠你养了，谢谢。大家可以加入哦。对啊，可以快点来。
要置顶连结吗？啊，好，我们还是置顶连结好了，这个比较重要。对，好。BGM 是又不见了。哦，我想说有卡户的 BGM， 我就没有再另外开。哦，对耶。对呀，只是他现在的比较小声，他等一下的又比较大声，真的是设计的有点在设计人。是不是应该要跟大家打招呼啊？好，嗨，礼物。嗨，火蛇。嗨，苍大叔。嗨，苍大叔。嗨，猪蜘蛛。嗨，猪蜘蛛。嗨，伊里。嗨，伊里。嗨，料。嗨，料。嗨，我的猫猫最可爱了。嗨，我的猫猫最可爱了。哇，你这个节奏跟我一模一样，好强哦！等一下，这个越来越长。嗨，好啦，切入5秒，母咪帕妹扑，哎呦，好像佛经哦。好失礼，对不起。这感觉有点危险。对不起啊，我讲错了，不是我说的。嗨，好啦，切入5秒吗？母咪帕咩扑，哎呦。对啊，我刚才你念出来，我还想说这是钓鱼吗？不对啊，没有啊，好像没有吧。好，你有遇过这种，不是这种，但是你有遇过钓鱼的名字吗？有。真的哦？那你怎么办呢？就装没看到啊。哦。好诚实。我怎么突然变成在街访？我真的是仿到变成街访的形状，救命！但我觉得这算蛮正常的。有些啊，那个名字取什么老公的，哦，真的是，我就是不会念。那他如果取叫老公公署呢？可以。那老公兄弟也可以。好。啊，对，我们打招呼到一半。对耶。嗨，阿轰。嗨，阿轰。嗨，斯洛姆。嗨，斯洛姆。好。嗨，子昌。嗨，子昌。好。你刚刚讲到一半被我打断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什么？我也忘记了。还是我们就准备开始了？怎么没有人要加入啊？大家可以一起玩哦。刚刚有第4个，可能又有人跑到其他画面了，所以。哦，对哦，它的画面就是会跳掉，蛮不方便的。应该是可以中途加入吧，所以应该是我们要直接开始也可以。还是我们要来寄出什么奖品？就是可以抖1000块给礼物啊。奖品哦，说到奖品，我是有想过，就是如果我出周边的话，可能也不一定卖得很好，所以也许可以成为平常的奖品。不错。但是还是希望可以卖得很好。对，还是希望可以多补贴一些。对呀。毕竟这卡户很贵。对呀，真的是蛮贵的。有多贵呢？我不知道要不要讲。因为我讲了，大家可能就会以为我很有钱，缴得起。哦，有人问，这也是在参加哦？可以啊，那个我有置顶一个连结，按下去应该就可以了。这是虾米？这是那个不是标题有写啊？我们要来考礼物一个超困难台语考卷。这就是那个对啦，今天的主题根本还没介绍到。对啊，根本还没介绍到。好，开始。好。为什么会有这个企划？是因为那个嘛，你是不是有发一个推文说那个北维基也没什么了不起？没有，他没有这样说，只是，你是在哪里拿到那个啊？就是你有发一个文说你看到那个有白话字的那个对，然后你就发现，其实念一念好像可以学得会。我是在淡水的马街，就是马街那里的台湾教会，就是它有一些关于那时候马街历史的一些场馆跟老建筑，然后它里面就是有这个免费的那个白话字的周边可以免费拿。对，它是一个资料夹，然后我就拿了一个，然后我发现，好像能稍微读得懂。对，然后我就发现你好像学得蛮快的嘛，
所以那时候就说好啊，不然我直接拿最难的来考考你好了。然后就有了今天这个企划。耶，我介绍的很好吧？很好。我们有7个人嘞，这个还蛮开心的。还是我们就开始来考好了。好，还是我送第1名我的周边啊？真的假的？你要贡献这么好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今天的第1名就会赠送里屋的周边。哇，太好了！里屋拿他的周边帮我开台，好赚哦。这个好，我再想想我有什么可以回报给你的。如果我是第1名的话，就是观众们要抖1000哦，不是啊，没有。好，那在我们开始前呢，要问你对拿第1名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好，我刚才想你会不会讲也还好，我想说好像有点太诚实了。有耶，有，好，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考难，考你。启动。哎呦，它自动有全萤幕是怎样？哦，马上第1节就开始哦，大家注意。这是听力测验，大家注意听，忘记讲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救命！靠背怎么那么小声？去吃包，一顶高跟一顶高，相逢的后壁。等一下，我可以重来。大家有听到吗？不行要重来前面有一些关键的不见了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怎么办？大家稍等一下我们就是那个考试的公评委员会需要来调整一下。没错，我好像可以 end 再重开。可以。好，真是有够靠腰的。哇，我是第3名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有名次啊。谁是第1名？谁是第1名？哇！为什么啊？是为什么？什么鬼啊？我们来赶快。这局不算，这局一定不算啊！他会换名字，但刚刚在的人应该还在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烂透了。上面怎么会在跳？啊！他怎么又给我全萤幕啊？那我先订一个新的，好，应该可以了。一只狗真正敖，带一顶狗仔去挽豆。一只狗真正老，带一顶狗仔去食包。一顶狗甲一顶狗，相逢伫后壁狗。狗仔摕豆仔牵狗，狗仔摕包仔牵狗。狗仔摕狗仔狗狗，狗仔摕狗仔狗狗。规个狗仔拢是狗狗，包仔豆仔狗。问题，请问故事中的狗仔甲狗仔伫倒位相拄？忘记说，这个考试可以讨论哦。其实有点困难哦。没错。看不到字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被挡住了！我是白痴。救命！救命！重大疏失。我应该把手举起来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都没想好，能再听一次吗？我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因为卡户好像没办法原地重播，然后我现在来不及改，所以应该就只能听一次咯。Oh my god！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第2题。没错。啊！我回答错了。真的哦？你回答蔡奇啊？我按蔡奇啊。哦，那你有听懂这个听力测验在干嘛吗？就是猴子跟狗的故事。
然后好像有点没有听清楚。对，因为这是一个绕口令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听起来很像的词，就蛮难的。对，真的蛮难的。嗯，完了，我已经痛失已经输在起跑点。完了，有5个人答对，很厉害耶！很厉害，你知道，就是意思是除了你以外的人都答对。恭喜大家！我要破防了。对啊，哪有人这样子骂来宾的？是怎样啊？啊，那个所有的人都答对。对啊，你那个等一下不爽可以直接骂我，没关系。有人问那个录了几回啊？大概3次吧，然后再把它剪成一个好的。但其实蛮快的，就3次而已。我本来在想要不要更我以为你是说语速很快。我本来想要念更快，但我好像没办法。快嘴，没错，也是有练一下快嘴的。反正就是还是我们是在线上解题嘛，是要解析一下。好，就是一只狗真正狗，带一顶狗啊去挽豆，就是去挽豆啊，去摘豆子。摘豆子。对，然后一只狗真正老，因为刚刚已经讲老了，所以讲一个老给它有变化。有一只老狗真正老，带一顶狗啊去吃包，其实就是去吃包啊。对，哇，你都会耶。对，那你怎么会？你这一题怎么会失分嘞？那后面的问题没有听清楚。对，而且最棒的是那个，这整个绕口令都是围绕在那个告搞宝啊、刀啊、搞啊，然后我就问了一个最不重要的，真的很像那种英语听力测验啊！对，就是他们讲了一堆，然后问你一个蛮无关的。对，没错。这是你自己想的吗？你说绕口令吗？对。哦，没有啊，我抄的，就是之前好像有一个剧团，他们有做一个 podcast 啊，有一个叫润剧团的，他好像还算有点有名，还是常常会做一些台语主题的戏剧。他们有开一个 podcast 叫做《即声好》啊，然后他好像曾经有在那个 podcast 里面提过这个，然后还有发起一个类似挑战的，就是如果你想要，你也可以拍一支片，然后念念看这个绕口令，把你念的样子传上去给大家笑，不是，就是传上去给大家看。对，哇，不错哎。对啊，有让大家就是大家一起宣传参与。好像蛮好玩的，也许我也可以来写一个给大家玩玩看。可以哦。不错。不错。那我们就来下一题吧。下一题也是听力测验。啊，对，忘记跟大家说，我们那个有3个题组，然后每一组都是有8题，对，所以我们会先连续做8题的听力测验。好，那好，太好了，恭喜大家离斗内礼物1000元又近了一步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好。哦，还可以看大家的积分呢。哇！紫紫绿绿的一株，很了不起耶，很厉害。前几名基本上就是差在手速的快慢。确实厉害。没错，他好像会把那个作答时间也当做那个分数的一部分。对。好。请问你要爱啥？我要爱一杯拿铁，无爱糖，无爱冰，无爱牛奶。拿铁拢有牛奶哦，若是无食牛奶，会使点美式咖啡。美式咖啡无牛奶。啊，无爱啦，我无爱食美式咖啡啦。问题，请问人客要爱啥？真啰嗦哎，这个客人。没错，这一题就是把我的职场工作经验
没错，就是不能只有我遇到。你选什么？等一下怎么可能？我也选拿铁啊！你也选拿铁啊？不是一开始说要拿铁吗？不是啊，可是他一开始说要拿铁嘛，但他又不要奶嘛，然后就跟他说那个拿铁没有奶哦，还是你要点美式啊？他就说哈，那我也不要美式。这个根据我的经验啦，会这样讲的客人哦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拿铁，什么是美式，他最后就跟你说，那我要黑咖啡。好，所以这题的正确答案，好，完了，这题只有一个人答对，是谁啊？对啊，谁啊？很厉害的，到底是谁？不是，我觉得一个大家那个答错不要难过，答对才不正常。是谁啊？没有人要承认，等一下应该就知道了。好，我们来看。好，我们来看是谁那么强。哇，阿红很懂哦，阿红很会呢。哎呦，阿红第一名哎！阿红突然变第一名哎！哇！而且分数这个差距也拉太大了，因为他1000多分。可能他刚刚那题应该有答对，只是手速比较慢，所以哇。那你对这题有什么不满吗？就是这位狼 K 啊，金肉收那真的真的啰里吧嗦的，超多，喝水就好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还放了一个真正的陷阱题，就是那个白开水。对啊，是这样。居然没有人选哎！哇，大家都傻傻的以为他一开始说他要拿铁。他就真的要拿铁我看你们是不懂哦。好，就是这个题目可能会有这种急转弯，大家要小心一下。没错，大家已经开始感受到这不是普通的考试了，应该吧？应该有感受到吧？希望大家有感受到。好，这是这个考卷。没错，对啊，有点怪怪。有人说他是要拿铁不加奶，对啊，拿铁不加奶其实也不会变美式啊，它会变意式浓缩，那只有黑咖啡符合吧？没话讲了。长发男，对不起，我就是长发男。对，考男说教大胜利。破防了。好，我们继续，不是你每一题都在破防，真的，而且。就6个人参加，然后就只有我的名字没在上面，你真要气死！我会笑死。那不是有24题，现在才2题，你还有很多机会。好，没事没事，我就不相信后面他们答得出来。好，来，你就继续。你叫啥名？詹志明。啊，你身体安怎？我这2天一直扫，阁有小可发烧呢。你哪有会听袂？会小可会啦。啊，有流鼻无？无。好，我甲你开药。提醒大家不要转大声哦。3顿饭后拢爱食1包哦。好，多谢医生呢。18号。问题，请问志明是几号？什么鬼啊？怎么样啊？真的变听力测验了？真的变听力测验了。这个听力测验就是测大家的偷听的那个，对的，能力有没有正常？你有没有试过？怎么可能？隔一个墙壁听人家，就是人家在里面看病，你跟他隔了一个墙。对啊。就是这样子。哦，你错了吗？对，是怎样啊？错了吗？错了。哦，不是啊，他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，就是里面在看诊的那位叫纪明，然后他看完他之后就喊了18号，那纪明应该是几号？
还有发现呢、对啊，好厉害哦！最后转念选对。发现很多观众其实都蛮强。对啊，廖说：“我觉得这不是考台语，对，考大家逻辑现在才发反现，不是，这叫素养题。素养素养题，没错。好，那请问你破防了吗？我破防。好，那我们继续。等一下，我来看看大家的分数。好，现在看一下。哇，阿轰已经突破2000分诶！还是我们下次应该这样开一个企划，就是卡户最后得几分就抖给礼物多少钱，这太恐怖了吧？大家就不来玩了。对啊，真的谁要参加？好啦，我们继续。好，下一题。下一题。问题，请问猫仔想要食什么口味的罐头？哈哈，什么鬼？到底是什么？这根本就是乱猜了吧？我本来想说不一定的，但老实说，对，开始嗷嗷。这叫上是本人学的吗？不是，是合法取得的免费素材。哦，你选哪一个啊？我答对了。你答对了，你选称啊。对，哦，唐突打招呼 ，Klaus 蔡安安， Klaus 蔡安安应该可以加入吧？可以试试看。对，可以试试看，可以点那个我置顶的那个连结，那个不是诈骗哦，那个点进去应该可以加入游戏。对，大家一起来。好，那跟大家解题一下 ，gay 吧好就是给吧，然后称啊是尾鱼，龙虾就是龙虾，然后口莱亚，礼物你知道口莱亚是什么吗？就是洛梨。没错，就是我们洛梨担当的洛梨。但其实我之前听到洛梨讲法是不一样的，你说所以这个讲法我也觉得好像说南北会不太一样，好像比较北部会讲口莱亚，然后我家其实都是讲阿布卡的。居然？对呀，好像是从日语来的。我听过是讲罗莱。这个我好像没听过。有趣。好，那可以来讲一下这题是出题的想法是什么鬼？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猫咪的经验啦。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听不懂猫语还蛮烦的，然后就是不能只有我遇到，所以让大家体验一下。好。然后那个为什么不是口台亚？因为就猫咪应该不会想吃酪梨，所以没有。对啊，龙虾有点太高级了，应该也是没吃过，不会说想吃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选项线缩到前两个，看起来大家也都是这样想的，所以然后因为我家的猫比较喜欢吃鲔鱼，所以我就选了鲔鱼。这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耶，怎么办？料也破防了可以接受。可以接受，太棒了。对，阿轰说鸟啊嘛就爱加给吧，我刚也是想到这个。是没错，可是要看猫啊，每一只不一样啊。也是。对啊，有一些就是挑三拣四的都不吃啊，就好啊，都不要吃。都不吃。会啊，就是
有一些比较挑嘴的，还有那种特别爱吃干粮的，他只爱吃干粮，他对罐头没兴趣的，也好像也是有。猫也是有一些很怪啊。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数吧。好，哇，阿红很强哎，是怎样啊？哇，已经2900了，已经对啊差了1倍了，跟大家。还是你来开台？不是，为什么他要被骂？好了，下次阿红来当来宾吗老师？算，对耶，来当对啊来宾，来当老师好了啦，来教我啦，对啊，是怎样？这样还可以测试你自己可不可以得到第1名。啊，我吗？哦，让他出题吗？这么好？对对对，那我一定完蛋了。阿峰说他看到是阿慧的鸟打开的是尘埃，你怎么知道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想到是我的猫就觉得是尾鱼？怎么可能？还是他是宠物沟通师？还是他是跟我的猫偷约会啊？我都不知道。哇，太坏了吧！好，我们继续。好，下一题。下一题。我来见七波年啦，不要紧啦，你别倒退路牛我退路牛力啦！请问你们永远敢有阿辉开台，还是永远敢有灰色开台？我这米粉就要收我3000啊！刘弟赢13分，咱恭喜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收紧了啦！我可无发生呢。过年袂当生气哦。阿辉无红包，无啊，无红包，无红包，无红包，红包。问题，请问这条配角叫做什么？考得不错吧？我要疯了。这迷因知识感觉你应该蛮有机会。那你更狠的话，你拿手机出来一边搜寻，可能就找得到。收割，对，有点收割忘记了这个迷音歌的名。没错。你也可以一个一个查，没错。对，最好笑的是有那个出现在这里面的人在现场，我会笑死。以你成为题目了，对啊，这真是他的荣幸。他拿红包真的你有答对吗？不可能，没有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破防了。哦，4个答案都有人选。对啊，好平均哦。Drama Mind， 没错 ，Drama Mind。还是我们趁我也机来乱猜。英语小教室。好， Drama Mind 这首歌叫 Drama Mind， 但是我记得 Drama Mind 不是我记得，是我查了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记得。Drama Mind 也是一种药物，是那个茶本海明，然后可以治什么我忘记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也放了一些很像医学名词的，比如说 dopamine， 就是那个那叫啥多巴胺，还有 adrenaline 是那个肾上腺素啊，确实也有一首歌叫 adrenaline， 大家可以去找。好，我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真的没有人想知道，真的变考难了，救命！然后我还选了绿色哦 ，mango 是吗？对，因为我想说这看起来最不一样。啊，最不一样。好，我会把 Mangos 放进来，是因为那个做这首歌的音乐人叫 Flawed Mangos。OK， 对，所以有些人如果只记得是谁做的，可能就会被误导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谁得最高分吧。看起来阿轰是没有答对啊。好，不是，这怎么办？你真的没有在这前5名里面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我的手机就是显示我已经落后最后一名844分了。哦，他还会告诉你落后几分哦。对，我只有570分哎，怎么可能追得上阿轰啊？不是，我们才第几题？第5哦。我们还有十几题，还有机会。
好，好，他会不会等下下一挂我电话？那也蛮好笑的。对，这蛮好笑。问题，请问头拄仔走的是啥物 chord？完蛋了，他要挂我电话了。完，请问你有绝对音准吗？完了，我还没有按下去哎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想。哎、真的耶，说好的台语呢？他问问题是用台语问的、啊，问的。你答对了吗？我答错了。我们要解析吗？好，没有啊，就是，如果你有玩过一点音乐的话，刚刚那个听起来像 minor， 听起来像那叫什么啊？minor 的中文是什么？对，就是听起来像 minor， 然后选项里只有一个是 minor， 所以就是它咯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我这完全投入角色，就是那种考男。哇，这个排名有跟动咯。对啊，不是阿轰还在前面，但快被追上了，有机会哦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希望我们的第6名也可以，也可以赶快追上。啊，后面应该也不会比较正常，但我们还是继续吧。好 ，Go Go！ Go Go！ 咱英语课是毋是有作业？对啊，讲后礼拜一上课进前爱交，是爱写一篇文章对无？题目是啥哈？题目是我上介意的一本册，上无爱500字。哦，好。问题：英语课的作业题目是啥物？大家有不满吗？会。而且还有一个偶音超大声。没错，他就是很会挑时间。哦，怎么这么强？你选哪一个？你不可能是你选哪一个？我选对了。哦，你选对了耶！耶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要挂我电话哎。哇，终于有1000分了。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答题的那个思路吗？我答题的思路就是没有思路，因为我觉得这些题目也没有思路。真的耶。没错，对，我在设计这些题目的时候，主要就是在想怎么设计大家而已，所以，至少我们可以去掉那个啦，右下角那个太长了，应该是不可能。对。好，那我觉得这题就是也蛮简单的，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就来看下一题吧。耶，好。耶！哎呦，料烧起来咯。第二个是，居然是子昌哦，口号哦，是子昌。哦，哇，很强呢，很强呢。可惜，等一下那个啦，等一下还有阅读测验，阅读测验应该可以扳回一城。好，但我们还有，那我们再来下一题。好。He was the most no. It was nice. I was nice. He was the most 第哇，疯了！大家还好吗？我要疯了！我看到那个最一开始的标题听力测验，整个字反过来，
变成验测力听，我就觉得已经不对劲了。哎、你有发现？你有发现？有，那你有采取什么策略吗？我采取的策略是闭上眼睛1秒，然后随便按一个。其实我本来还蛮天真的，就是我本来以为它被倒放之后是可以勉强靠着聪明才智听出来的，但我自己试一下，发现真的不行，完全不行，简直完全不行就像俄罗斯，超像，真的耶真的耶，真的耶。真的耶。那大家都不是这样。好，那它不能提早结束哦，好可恶哦。哎，对耶，怎么？因为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，好像所有人都打了，它就提早结束，但不知道怎么现在没有。哎，那可能有人没有打可能有第七个参赛者啊，没有人答对。对耶，没有半个人答对。好，我需要解析一下吗？好，没有啊，这题就是在说，请问变数伫倒位？伫迄个后壁正手面。好，根本听不出来半个字。大家有看过《天能》吗？嗯，我没有看过，但我知。哦，真的哦，我觉得蛮好看的耶。就是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。好，真的蛮好看的。对，那评价很好。对啊，然后它里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电影的主题就是有让时间倒过来，所以在里面也可以听到类似这样子倒过来的语言啊，一样听不懂。对 ，OK， 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耶，我们可以进入阅读测验了。哇，终于结束听力了。对呀、开心吗？也还好。开心。耶，太好了。那我们来考阅读吧。看图阅数，这你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啦。已经开始咯，怎么都没有人回答呢？看图应该就比较近。他怎么会提早结束？什么？你选什么？我不是按黄色吗？我我左右。什么？我的智力，我真的发誓，我智力上面是没有问题啦。怎么讲成这样？我怎么可能连一个轮胎都看不出来？连 OLED 都不知道？对，大家绝对不是我智力有问题。你是在放水让大家吗？没有，我已经落后。我看一下哦，我已经落后快2万分嘞，是三小啊？真的假的？可以落后那么多哦？不是最多也才4000，还没有到2万，我已经落后2000多。多了一个零。对，好了，完了，我真的大家会以为我智力有问题。你让大家让太多了啦！你那个疼爱观众也不是这样子，真的不可能。对，好吧。那你知道你应该有一个小小的优势，就是我们 DC 通话的延迟应该比那个他们看 YouTube 的延迟小一点。哦，对耶，就是我们可以，我比较有这种优先权，但我还最后一名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就是 OK， 你等一下可以那个叫什么杀红眼，没错，你不用顾虑他们的感受，你就抢就对了。好，我尽力杀。不是，我刚刚请大家来帮忙打倒礼物，没有叫你们这样子围殴他。真的？为什么变我被围殴啦？那我们请礼物帮忙打倒这些观众吧。好，礼物一定行，耶，一定行，一定行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。好。这题蛮难的哦。
这题真的在考台语了啦，这次是真的。啊，真假的？真的啊，你忘记了？你忘记我们在考台语了？对，完全我。这题要用台语才有办法。你也可以找我讨论哦。哦，对耶。好，我不知道大概是怎么选，但我先说，我选北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那个虫看起来超北七。因为这样吗？对啊，因为这考试不是就是很疯狂嘛，我就是照这个思路去想。哦，好，那你觉得这只虫是什么虫？毛毛虫。哦，毛毛虫吗？好吧，那是我找的图找的不好，可不然它是什么东西？它是蜈蚣。哦，对耶，它不只有6只脚。对对。完了，我真的要被他以为是白痴了。完了，破防了。我连他的脚都没有数，我只是觉得，哈哈，他长得好北气。哇，很多人答对，怎么可能？好，真的耶。解题就是，你知道蜈蚣的台语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是鸭缸。哦。啊，那你知道粉的台语？混啊。哦，是可以讲混没有错，但如果是像什么花生粉，我们会讲头岛糊。哦，所以鸭缸的糊就是缸糊。好，谢谢。对，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件物件做缸糊，就是很麻烦。好，很另类哦。但我觉得就是这一题啦，至少比之前几题都还正常。确实有在考台语。对对对对，真的，所以就还不错。好，那跟大家宣导，这个看图艺术基本上都是要用台语去想才可以，不是基本上就是用台语去想才可以的。真的有考到台语了，我就这么相信。应该可以相信我吧？好，来看现在第一名是谁？阿轰怎么还是第一名啊？是怎样？真的，那我们继续。好紧张哦！我想知道到第几题的时候，礼物会受不了。我想知道我到第几题才可以登上那个第5名。哦，好。这个也蛮难的。这一定是逻辑测验吧？没错。好有料的题目。你有什么头绪吗？完全没有我只知道一个是藤席，然后一个是收席，然后他们的更古典就是那个。那你觉得藤席跟收席中间，它们的中间是什么呢？等一下念出来，没错，念出来。等一下藤席跟收席，这是西席哦。藤席、收席，因之间的是藤席跟收席之间的是时间。他们都是席我要爆炸。席跟席，因之间的是时间呢。好你选了哪一个？我选对了。你选对了哦，那很好对，我最后赶快按下去。我还蛮想知道
近西是谁选的？好，那对这题好像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对，我也觉得这题目蛮有趣的。这题应该是所有里面最有料的。好，好，再来。哇哦，好抽象哦。没事，这个认真想想一定可以。没戴口罩。没错。完了，还是你把4个选项念一念。好，我们现在念红色，好，金黄火照。哦，没有要用台语吗？完全忘记。那我来念给大家听好了。好，第一个心公会的，第二个是游戏西，第三个是有嘴无烂，第四个是白相思。那个 U E C 是鱿鱼丝。对，那个出这个答案的想法是什么？哦，出这个答案的想法是作为真正的答案的提示。不是会有这种情形吗？就是写考卷的时候，突然有什么东西想不起来，结果你在别题的选项里面找到了，你就突然就会了，类似这样。你选了哪一个？我选了那是嘴吗？对，那是嘴。有嘴无烂。哦，是因为我有、很多人也选这个对啊，为什么？不是你要先讲一下为什么？对，答案对不起，为什么？我怎么先检讨大家？我应该先检讨自己。对，好，来给大家看图。那看起来就是有一个想要破病嘛，有一个生病的箱子，所以它就是病箱嘛。被切成丝啊，就病箱丝啊。好，病箱丝的意思就单恋啦，类似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才说那个，因为那个西是就是谐音嘛，同音的字，所以我放一个 U H C 来当大家的提示，你们就可以想到对耶，有西呢，有这个台语谐音，没错，就是台语谐音。这个8题的那个看图叶习不是叶俗，基本上都是谐音。好，我就这么相信了。还有4题，没关系，一定会渐入佳境的，好不好？希望。我们这个考试已经过一半嘞，真的已经过一半了。完了，我差越来越多分。那我们继续加油。好。念出来。还是我需要念选项啊？好，那个卡球你会了，好，快点打死他们。好，太棒了，终于。但我刚那里结果我最后选错，我真的是会再见。不可能把我自己的头敲碎。不可能真的假的？你真的选错？我选对了。你选对了。拿球对，拿球不是，它就蓝色的啊。好，我不用把我头敲碎了。还伊里要敲碎了，他选错，怎么可能？伊里选地球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酸地球？为什么？好，这题应该算比较简单。送分。太惨了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好，
好，我都忘记我出了什么。怎么样啊？去，怎么那么快？有人就打了？我觉得这一定有一些阴险地方哦。还好吧？为什么会有？啊，这是震惊的吗？要看你比较的标准是什么。居然选对了。你选对了。你要分享你的答题思路吗？好，我一开始其实想很久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不可能是最正常的答案，就是现在正在选叫贝查是吗？对，北差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这应该不可能是这个北查吧，因为那么震惊。然后我就想其他的，但是就是越看越快，越怪啊。其他的都越看越怪。对，然后最后还是好吧，那就选择最正常的。原来是输在想太多。对，因为我已经就是有一些防备了。有一些防备。好，对，真的耶，有时候考试就是这样子耶，想太多，然后就会改答案，然后改了就错了。对，已经开始质疑这个老师了。对，就出题。好，那其他答案是有什么？没有啊，就真的是填充物。好的。对，没有人选那个拍狼，好像也没错啦，也是对，也是对啦，但是北茶比较有趣。OK， 好，耶、还没，我还没，至少打倒 Potter 吧。跑的让我吧。直接变成分数乞讨。Oh my god！你等一下如果有看到会呢，就是可以选一下错的，让我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白痴。谢谢 Potter， 谢谢 Potter， 好好笑哦。好，我们继续吧。继续。救命哦！要念出来吗？看无，目睭回，这真的是完全看不到。好，那上面两个选项是色粒跟色字。这里，我看得到咯。你看到了，太好了，你看到了。一开始我以为那是一只蚊子。对，还蛮像的。对，哇，不可能，大家都答对，大家都答对，太没有鉴别度。这也是谐音。那你要分享你的答题思路吗？答题思路就是有这个谐音对，对吧？没错，就是这里这个做设计耶，真的。这个小，但我很意外的是，怎么没有人选看无？我以为有人会选下面两个答案，就是看无还有。如果是我第一眼看就会选看无，就想说就看不到。对，真的是依照你的出题思路是有可能。对呀，没有人被我害到怎么可能啊？对啊，完蛋了，大家都加分。好，那我们终于来到第8题。第8题。我第一个哇，希望你有答对。对，不要那里第一个然后就要按错。我好紧张，我替你8个人居然有人，原来我们有第8个人，9个人。等，你选了哪个？我选了吴念。你选吴燕，好，太好了。对，你要分享你的。依照那个图片的观察，就是看到还有影。没错，所以就是吴念。
真的竟然呢，无厌。哎，金匠有燕，嗯哎，你有听美秀集团吗？有那你知道还有一首歌叫《点灰王》，知道，伊我犁也很喜欢，超爱不是？啊，对我也真的很喜欢超级，他已经有在 KTV 可以点咯。耶，可以去耶了。你讲有影无影，我讲有影都有影。电话王要讲谁是真正有影？无厌，耶耶啊，对，有而且那影就是 MV 哎超啊，对，MV 真的很酷，狗博骑车，没错。然后就是那个台语的有影，就是真的有诶的意思，真的诶的意思。啊，真的无影就是没有。嗯，然后我出题的时候应用了一点心理学，就是大家都有偏见，都觉得鬼没有影子，好，我就让它有结果影子，就有影子。想不到吧？嗯，真这样真这样有影。好，我们可以进入阅读测验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阅读测验会很难吗？会哦。就是在这个3个大题——听力、看图跟阅读，你觉得哪一个是最难的？我觉得听力跟阅读差不多，都蛮搞的，都很搞心态，所以有一些我自己也不会，所以对，自己也不会，什么鬼啊？就是只有这个看图一耳熟是我会的，其他有一些我自己也不会。 OK， OK， 哎，于西耶，你好，安安，你也可以来玩卡户特哦，上面点击连接。马上加入，或是下次换你当来宾，因为我他妈缴了一年份的卡户特年费，不开很亏。哎，这是我，你先。好，我没有，我打完招呼了。哦，好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开台的时候讲他妈的，现在是第2次，恭喜恭喜，恭喜，讲了第2次。好像是跟你学的，是吗？啊？你好像，好，没事。我阿嬷刚才大讲话，你有听到？没有哎。哦，好，太好了。好，恭喜，是在恭喜什么？对，恭喜我突破自我，太好了。好啦，不会被编台，所以没关系啦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来进入连我都不会的阅读测验了。疯了啊！来看看分数，哇，阿红，哇，吉红要超过1万了，超过了就我现在抖1万给礼物。谁要啊？谁要啊？我现在5000多分而已。啊，那只要 Porter 再让你1749，对，对，加油！好诶，好，要进入最困难，相信自己。三小啊，连我都不会啊。好，那我就选我最喜欢的绿色。耶、有一个函数是f of 你看得 x， 伊是3个 x 平方，搁去乘sin的 x， 请算出 f of x 伫0甲派之间的积分数值。我只想要展现一下我会念，对，好，好，我根本看不懂，我也是文组的，完全看不懂。就是分开看都看得懂，啊，放一起就不行。那我连分开看都看不懂。好吧，这是3种看得懂吧？啊？哈，不是你分开看可以分细一点啊，分到那个3 x 分开3就看得懂了吧？嗯，好，我好像只看得懂3，还有拍啦，还有0，还有0，真的0，对耶，你就叫李武0哎，对啊，我只看得懂这3个东西哎，真的哦，句号看不懂我看得懂。啊，那又多一个了，好赚了。耶！还有等号啊，哦，对，等号也看得懂。你现在
本人的表情应该就是2个等号。对对，22， 22，我真的22等于。有8个人答题耶，对啊，是不是真的一直有新的人跑进来玩？太好了。太好了。哦，不知道我这题留比较到底久，是我想说可能真的有人在算，所以对耶，说不定真的有人在算，怎么不可能可能这么多人答对啊？真的是有人真的会有哦？ 3个哎。你们是真的会哦？分享一下，到底是你们是真的会还是用猜？我只知道这题要用分布积分的公式才能解出来。完了，我根本看不懂哎！我是认真，我从国中之后就没有再学数学。好好哦，我也希望可以高中不要碰数学。因为我是读就是美术的，然后我们就是不会再教这些东西。我是那种就是还不知道要干嘛，所以就先什么都学的那种，然后我就不开心。完全看不懂。好，哇，西语那你好，对西语他有说，他竟然知道怎么算。哦，他是不是忘记分布积分公式？我也是。公鸡。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。好，有一所学校啊，它有那个学校有分本部跟分部，然后那个文组都在本部，理工的才在分部，然后那个他们都会笑说那个有分部积分跟本部积分，本部积分就是不会微积分，因为都是文组的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讲完了吗？对不起，讲完了吗？好好笑，太好了！这个直播标题应该改成那个挑战多久会让来宾失去耐心，好赞哦！完全我不知道这笑话是不是还有延续，或是这个笑话就真的讲，完全没有任何头绪。天哪，我真的是把考男诠释的很好哎，还是这才是我的本色啊！完蛋！完蛋了，完太蛋了，完美。完蛋了，之后没朋友了。哇，有2个人突破1万了啦！恭喜！先牛几个啦，让一下啊！我的分数已经过了2-3题了，都还是一样。对不起，还是我下次先那个把解答贴给你。好像不是这样讲。对哦，送分题。我想一下啊，好，我不知道，我想不出后面有没有什么你还有特别优势的，那我们来看看。希望有。希望有。啊，这个是真的考台语。好，这个我相信我应该选对了。好，我第一个答题耶。哦，好哎，希望你有选对。对，好，要来念一次吗？好啊。下骹倒一个量词用了唔对，一条鱼，一丛树啊，一粒山，一支手。为什么不是？为什么是几条鱼是错的啊？哦，因为要说一尾鱼，居然因为我被纠正过，所以我要来让大家体验一下我的动机，我的动让大家承机实在是受这个痛苦。没错。哇然后那个，为什么这么多人选几粒山啊？因为几粒山就听起来怪怪的啊，不是一座吗？对啊，中文是一座，但是台语就没有讲一座的，都讲几粒。哦，台语会说几粒岛树，就是一颗岛屿，我觉得这个超可爱的。真的或是一颗几粒山，没错。石头母也会，真假的几粒山头居。然对呀、
没错没错。哇，哦而且还有2个人答对，也是蛮厉害。对啊，很强哎，所以有人是知道但没作答的，因为看起来知道的人不止2个。哎，这题有难吧？啊，原来是选完才发现错啊，因为我题目是问哪一个错。这也是大家最讨厌的考试题型。陷阱，太好了，我现在也是陷阱妹了，好赚。Trap Boy， Trap Boy 不是听起来会变别的意思哎。好，好，我应该是没有要往那个方向。好，下一题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是这2个答对啦，是这2个啦。哪2个？啊，就是那个有分数有跳的。我可以直接把人家踢掉真的。等一下最后一题我们就可以强制让你上榜对，只要踢掉1个，我就能上榜。真的假的啦？太坏了吧！对，又更多人加入了。哦，好吧。那我不知道你还需要我踢掉几位？对，至少要踢掉4位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好可悲哦！这感觉我会被观众讨厌。真的。我们继续。说不定我会一匹黑马哦。哦，你要黑化嘞。好想看哦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。哦。我要念吗？阿辉讲头家请问这安怎卖？阿辉讲哦，这猪肉1斤160。阿辉讲敢会当算较俗的？阿辉就讲袂使啦，阮头家顶个月互头家洗头咯，阮兜减1分薪水已经足善了，佮卖较俗是要趁啥？阿辉就讲袂使就袂使，讲较济要创啥？所以请问那个画线的头家是啥物意思？这边听力测验。真的。这怎么样啊？这好像真的有考到台语。好，我答了。有没有信心？没有。你选哪一个？我选就是卖猪肉的人。哦，卖猪肉的人。好。可是阿辉不就还有回答1斤160吗？好，那我们来解析一下。对，因为确实台语里面头家有很多种意思，然后其中包含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问，就是那个看起来像头家的人就问头家这样怎卖。另外一种有一些女性，尤其比较长辈的话，比较有机会听到，他们也会把自己的老公叫头家。居然。对啊，这个应该还蛮多人会不知道的，所以我就考了一下。没错，对，卖猪肉的人是阿辉，然后他说的那个阮头家是她老公，顶个月和头家洗头都是她老公的老板。原本有在想，就是可能是红色。对，这样随便提人家是不是蛮尴尬的？但是有机会我也蛮想跟他合作的，所以陶哥，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我们可以聊聊。可以哦。对呀，好唐突哦，真的非常的突然。没错。好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台语小知识。好，这题我觉得蛮不错的啊。我想到还有一种，我本来也想放进来的是，有时候那个卖东西的人，他称呼客人也会叫头家。对，没错，很酷哎。我本来也想这样放进来，但是有点太复杂了，我就没放。我已经手下留情了的意思。好哦，然后我还不正确。完蛋了，等
等下那个了下播，他就要沿着网路线来杀我。对，我就要黑化了。下次你们就看到我在电摇里。好，好，我会的。太棒了，好赚了。哎呦，这些人很强嘛。根本阿轰每一题都答对吧？阿轰答对率应该很高哎。对啊，阿轰是蛮可怕的，下次让他来出题。可而且刚那题他感觉答对应该是哦。啊啊这个韩语啊，没，这是台语啊，哈。傻笑。那个如果是火蛇的老粉丝的话，应该可能看过一个直播，叫做“来教教台语谚文吧”。他就是用韩文的韩国人发明的这个符号来写台语，所以它是台语。好啊，好，是你们交换语言那个直播应该不是，但那是我的第一个联动，然后哦。对，就是 V 生第一个联动，然后没有啦，是我没有典藏起来的第一个啦，然后就是典藏一直就是把它设成私人，只有我看到啊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好 ，OK，如果你会念韩语的话，你念一念可能可以念出来。谢谢。谢谢，非常实用。伊里会吧？啊，伊里会哦，好强哦！下次叫他来出题。OK， 哇，又有新朋友哎。夜夜嗨，夜夜嗨，耶！夜。这题的思路吗？答案我选红色。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我觉得有点阴险哦，有一个惊叹号。哦，因为惊叹号吗？对，好哇，这个好悬疑的背景音乐。完了，我错了。没有人在讲你坏话。真的，传说中的听不懂的话，一定是在骂我。没错。为什么？我来念给大家听。好，顺便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韩文啊，我不会啊，就是那个它的逻辑就是有一点类似注音符号，它就是把一个声音切成那个是叫声母韵母嘛，反正他们的用词不一样，是叫初声、中声跟中声，两个中不一样。好，反正就是会有母音跟子音啊。算了，我们省略细节，不然我在那边考难。好吧，啊，这个右下角标的是那个台语的声调，然后念起来就是今仔日足寒的，然后 B 就说嘿啊，那个大家如果觉得台罗不好用的话，可以去学这个。学韩语哪有比较好用？哦，没有，就是你觉得台罗不好用的话，你可以去学这个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台罗其实还蛮好用的。哦，好，耶！他也是利用上面的那些，就是韩语是用那些零件，对，去拼读法，没错。然后好，还是稍微讲一下好了，因为好像蛮有趣的，还是你觉得也还好？我觉得蛮有趣的。好，我们看那个 A 讲的第一个字好了，它有3个零件嘛，那我们就是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。然后韩语念起来，其实我不会念韩语，但是反正台语跟韩语的念起来是几乎一样的。当然有一些声音就是语言本身就不一样，所以就尽量找很像的、最像的去对应它。然后那个右上角那一块，那个就是一，那就是母音的一。然后左边是科，
不对，左边是哥，对，然后下面是呢，所以念起来是金。然后后面就以此类推，就是如果你把每一个零件怎么念都学起来的话，你就会了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有学那个零件怎么念？有啊，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联动叫做教人家台语谚文，但是我也不会，所以我就去学了，然后我就教了一下，然后我就忘光了，所以我前几天出题目还在复习。好厉害哦！而且那时候我还在打工哦，我就是在一边打工的时候一边偷拿那个小本本出来看。好厉害哦！大家都以为我很认真。你可以出道当韩星哎！哦，真的哎，但我现在是不是让人有点心寒啊？对，比起韩星，更多的是心寒。太棒了！耶！不耶！不耶！哇，我们继续吧。好，下一题。Oh my god！ 啊，打倒阿轰了，他不会了。居然还是他放水？也是有可能，也是有可能啊！大家多放点啊，给来宾一点机会，不然我很难交代。我还是5000分，是怎样？是怎样？等一下就开始骂他们。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。这第几题啊？好，这好像还剩4题。Oh my god！ 好，大家自己斟酌要不要放水啊？我觉得再放我都追不上了。那只把我们踢掉了。哇，有人说接下来只选绿的 ，Oh my god！ 好，我就相信了。你相信他，好，来吧。哇，他真的直接选绿的哦！一开始就有人选下去了。这每一题都怪的要死。我需要念吗？好。若准你有4支鉛笔，我有7粒苹果，请问厝尾顶会当放几块麦仔煎？阿慧上烟道。好，对，念答案啊，对，念一下选项。干嘛？因为干嘛点赞？各位什么？米麻腰胶兼米咧，食米拢知影米价。各有知识，因为外星人卖地膜卖地膜啊。你有头绪吗？这个我选黄色。哦，真的吗？抱歉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因为我的思路是，我是觉得就是可能这出题还是会多少给一些给来宾一些安慰、尊重，对对，所以我就选黄色。那我老实说，不可能。我原本怕你会太强，就是所以我以为你不需要，所以对，我选了，不是选的错的。好，我想说我也怪怪的，我出题也怪怪的啊，你也怪怪的，所以你应该答对率会很高。结果好像他们也怪怪的，那没办法，完了，那个说要选绿色的就选对了啦。完了，真的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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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其实是一个网路梗图哎，大家有看过吗？有。对，大家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紫色，因为外星人不会戴帽子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有一张梗图，就是那个写数学应用题的感觉。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。好想吃贝亚煎哦！哎，对啊，很好吃哎，真的。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？我喜欢吃芝麻的。啊，居然是芝麻派的？怎么了吗？我是花生派的。那你吃汤圆是吃芝麻啊？那就好，我也是。耶！但好像也只有这2个口味。梅亚煎嘛，不是汤圆。
梅亚珍啊，好像对啊，是没有看过什么特别。没有什么奶茶或抹茶嘛，但是汤圆有。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有人不知道梅亚珍是什么，居然不知道。但确实没有很常看到哎。哦，对啊，有些夜市也要稍微找一下。对啊，好，你要来介绍梅亚珍吗？它就叫它会写有些会写麦煎，对不对？还是叫什么？嗯，对，但是台语有讲梅亚煎，然后它吃起来就是蛮蓬松的啊，然后嘞，就基本上就是有点类似松饼吗？但是非常松的松饼。就是台式松饼。对，然后它更像海绵，它是真的很海绵。对对对，它的那个淀粉的结构，就是看起来也很像海绵。对，真的真的完全就是，也很像那然后个花素描的那个猪血糕。对对对，很像。不是，大家会知道那然后很是什么吗？便宜耶。你说猪血糕？对啊，我觉得会，应该吧。应该吧。对，然后就是一买它就会一大块，然后就吃不完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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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。可以找一下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然后就是要热腾腾的时候吃，哇，那个幸福感直接炸掉。是花生卷冰淇淋的外皮那种吗？应该是蛮不一样的。对，那个是润饼，那是润饼皮，那个是很扁，完全不像海绵。对，听起来是黑糖糕。哎，抹茶你好，刚刚是不是没有打到招呼？还有抹茶。黑糖糕又不一样哎，黑糖糕好像没有那么松，没有那么海绵。但是梅亚煎的海绵啊，它是会吸收那个芝麻酱或者花生酱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然后口感就会比较湿润，这样。我要饿死了。真的耶，我这附近完全没有那个东西，完蛋了。我也是完了。哦，对，好，这就是梅亚煎的介绍。好，跟大家介绍那个出题思路，就是我也是想到有很常听到紫色，因为外星人不会戴帽子，然后我就去找到了那个原图，原图居然是英文版的哦。然后英文版那个翻译还有一点微妙的不同啊，那不是重点，反正原文是那个，请问屋顶可以放得下几个松饼？然后它的松饼是 pancake， 不是 waffle，对，然后我就想那个跟 pancake 最接近的台湾食物，想来想去就想到梅亚煎好像不错哎，然后就改成梅亚煎。真的哎，真的哎。他们就是在学这个梅亚煎啊，那个松饼都是盗版的。盗版的啦，我们台湾人不能这样被欺负啊。对。是这样子吗？少抄袭了，你们这些西方人。喂，不是我讲的，不是我讲的，是他。好，42号混凝土拌意大利面，那是另一个。那是一大篇文章，那好像比较新吧。对。耶，我们只剩3题了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没有，因为我还是5000多分。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直播要剪秀词，应该要把那个最前面的有没有信心啊，跟刚刚的剪在一起。真的好赞哦！直接可以，我们今天好多精华。哇靠！斯洛姆说松饼堡不要，梅亚煎堡，好像很赞哎。对，而且还有花生哎，好赞哦！该吧，该哎，该，等人去发明，谢谢我负责吃。我也要。那我们继续吧。好，下一题，先看谁最强。哎呦，紫紫绿绿的一株，好像加很多分哦。他下个料理台要做梅亚煎堡哎。真的哦。好，他刚刚说的好赞哦。对。好哎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好紧张哦。22题。对啊，快结束了。哇，14题呀。真的耶。好题目。那个可惜分享。我需要朗读吗？好。好啊。
最近台湾的医学研究发现，酸甲痛伫神经系统内底真正是无共的。西方的语言内底较无区分酸甲痛，所以因伫论文内底用 “sensation” 这个词来表达酸。若阵研究团队是宜兰人 ，sensation 可能会变做啥物？这是宜兰人腔调大考验。没错，这是那个种族歧视。宜兰人，你们被歧视了。对，太好了，不是，我直接偷走你的口头禅。对，伊里的大胜利，结果伊里就说他按错了，那就完了哦。那就太让了哦。宜兰人，你们已经被歧视喽！你们的腔调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来延上我，快点完了，一块小蛋糕。！A piece of cake， 哇，直接被看不起。好，哎，你我答选对了吗？了。你答对了。你要分享你的解题思路吗？就是念起来比较怪的。你才是在歧视吧？没有，念起来比较怪对不的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哦。好啦，哦是啦，不是，你为什么要承认呢、无恶意，无恶意，我先好括号一个无恶意。无恶意，无恶意。好，好，因为那个宜兰腔有时候生会念成酸，比如说什么卤能会变卤女啊。然后有一个就是专门笑宜兰人的，叫做那个生生嫩嫩食饭配卤能，他们就会说酸酸嫩嫩食饭配卤女。对，完全就是对歧视嘛。完全就是歧视。所以如果那个 sunception 是宜兰人发现，可能就是 swingception。好坏哦，好坏哦！希望宜兰人不要打死我。但蛮好笑的啦。你直接在笑人家口音哦。没有，我是笑这个题目很有意思。谢谢，谢谢你喜欢题目，我爱宜兰，爱宜。谢谢你喜欢宜兰。你下次可以穿那个 T 恤 ，I love 宜兰这样子，可以。真的也可以哦。哇，是九霄公主哎，嗨！哎，我怎么跳出去啦？你跳出去了哦？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哦，可以继续啊，可以继续。吓死我！我想说，快输了就跳哦，没有，不要这样子。好了，加入。耶，谢谢你还愿意回来玩。耶，耶，阿成呢？嗨，嗨，阿成。好紧张哦。第23题。对呀，这题也很难哦。嗯，要朗读吗？好像要吼。好。你讲伊毋捌写过情歌，平常时甲你当做囡仔，主角只会晓撒八零仔，搁顺煞切一盘。什么？请问蚵空的所在放什么较适合？哎呦，很难啊！对，要念选项。往来、卤卵、茶米茶、客厅车。你有头绪吗？有。太好了我很有自信，我觉得你应该会选对。这我很有自信。如果你没选对，我会有点难过。好，我会觉得没有人懂我。好。OK， 我很有自信。太好了。哦，谁还没回答？哦，好紧张哦。这是歌词吗？好像可以是哎。我在想要不要之后回收利用，把它写成一首歌。可以。但是这个歌词有点不知道在讲什么。我答对了。耶，你答对了！你要分享你的答题思路吗？
我答题思路啊，就是念起来的话，它是有一个押韵，有一个那个押韵。没错，它有3押哦。对，没错，然后其他就是念起来都没有，只有 get 对，只有 K 停掐有押韵。对，怎么有人选没错 low 能啊？对啊，怎么可能选 low 能啊？有6个人选 K 停掐，蛮聪明的。对，哇，对啊，蛮厉害的。对啊，念给大家听。过情歌做囡仔，八零啊，K 停掐，对不对？3押。耶！你要上诉吗？就是你有没有觉得 K 听起来烂死了？还有可以没有3押又比较合理的我觉得很完美。哦，真的哦、对，因为我就是其实怪有想到更好的答案。什么？我想问你，平常点小菜会点干莲吗？会？真的哦啊，你们那边都是叫干莲？你说台语吗？对呀、就叫瓜莲。你们那是瓜莲，因为有些地方讲 gay 经吧，哦，对哦，这也可以隔3押。间肉。对，嗯，八零啊 gay 经吧，这也有3押，这个比 K 停掐好多了，真的哎。真的耶。就是你有这样。吃过？你有吃有啊有过啊，维林啊？布林啊就是是菠菜吧？对，对，好，我是什么烂问题？那你有吃过吗？有，你有吃过追硬菜吗？追硬菜，追硬菜，我看一下图。因为我其实换平常还蛮少我考吃了蔬菜。哦，没有这个没有。追硬菜就是用水耕的追硬菜跟硬菜不一样哦。啊。对，我讲错了，对不起。因为我考错。我有找到追硬菜啊。哎，追硬菜是那个啦，空心菜。哦，追硬菜就是空心菜，那有吃过。我知道硬菜是空心菜。对，然后追硬菜就是用水种的空心菜。啊，所以一样是空心菜。没有，它的吃起来的那个吸管的管子比较粗，好酷哦！对，比较硬一些。你会用空心菜喝汤吗？会耶耶耶！无聊的人又多了一个。耶，而且觉得特别好喝哎。对啊，有一个菜味。对，然后吃起来也很像那种分子料理，哎，真的，就是，比较有质感。没错。哇，对副会长哎，你好。哇，副会长你好，我跟你讲，没有质感的人都不会用空心菜喝汤。对，大家学到了吗？对，学到吗？你们要提升自己的格调，就是用空心菜喝汤。对，如何让你的生活更有味道？用空心菜喝汤。对，从用空心菜喝汤开始改变自己吧。对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这要到最后一题嘞。斯多姆说以前会这样玩，你居然是在玩，我们不是在玩，我们是在享受生活。对啊，对呀、啊，这是有格调的人。没错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我们要最后一题了。哇 ，Potter 不止没让你，他还变成第4名啦。Oh my god！哎，前2名的竞争很激烈。对呀、啊，最后到底鹿死谁手呢？第1名的奖品就是礼物，都给礼物1000块，就是那个付1000块给礼物，获得礼物的周边，非常公平。没有，强迫推销哦。对，真的跟艾尼亚一样。喂，你直接把人讲，不是我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那现在你可以讲。好，我来分享一下，就是艾尼亚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在各大夜市都会有艾尼亚那个化妆品强制推销。嗯，你有遇过吗？我吗？有。好，但不是对我。跟大家嗯，我跟大家分享我是怎么脱离。
哦我，就是一直对空气讲话，然后突然一动也不动，然后又是突然一直大笑，然后对空气讲话，然后再一动也不动，那他们觉得我疯了，就把我赶，大家学会了吗？就是这样。我觉得你这样做非常好哎，就是我想问你，这样做的过程中，你有觉得很好玩吗？有啊，对我听我都觉得很好玩嘞，该这样哎，真的。就是好啊，你想浪费我时间，我也很难赶走你，那你借我玩一下，对，不亏哎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可能中邪，好爽啊！嗯嗯，嗯，所以推荐大家，如果遇到强迫推销，你们就是可以突然对空气讲话，然后再一动也不动，然后再突然大叫，为什么好有画面呢？很好玩哦。好玩哦，或是推销回去好像也不错。对，我下次我已经准备好，我要推销他们订阅我，好哎，耶！谢谢爱你，谢谢。那我们好继续吧。分享完毕了，对。哎，非常赞的经验分享，好让人惊艳。也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来今天的最后一题。救命！救命！快结束了，痛苦会结束的。好。请问这个限时动态咧怨叹什么？看得到吗？好，看不到。那就对了。大家有没有看过这种现实动态啊？对，这种这种，那我要讲话，然后字又超糊、超小、超灰的。然后有时候你还甚至你真的想看，你就要把它截图下来，然后你要去调它的对比，对，是怎样？就是还是有时候想要吃瓜啦，就会看一下。对啊，就不是你要讲，反正大家也都看得到，你干嘛不？对，对啊，如果你爸说，我错了，随便选啊。你选哪一个？我错了，我选恋爱的问题，因为通常是 po 那种破小文的，都是那种恋爱问题。哦，好像也是，或者是那个跟姐妹闹翻了。对对，对，好吧，虽然跟姐妹闹翻跟恋爱的重叠度有时候也蛮高的。好，那你的出题想法哦，是什么？想法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，考个阅读测验，来个生活情境的素养题好了。哇，这个很生活情境，然后就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我们就来一点 emo 的那种破小文，然后我就随便写啊，就是你知道那个叫什么？是叫自由书写嘛？就是你也什么都不想，你就随便打打字，就是你不要太有意识的去想你要写什么。然后不知道怎么写出来，就跟那个我就写了一个排班排的很烂的 emo 文，然后我就把它排成一个限动发，就是没有发，然后就把它截图下来，对。另外3个是填充物，就是我看过的这种破小文的主题，大概也就是这4种，所以就把它写上去。对呀，我以前有朋友也是会讲一些家里人吵架的问题，所以也不一定只有恋爱相关的啦。就是大家想要 po 文，但又不想要被看到，但又希望有一些人可以看到，但对啊，可能就是一些到底是怎样？特定的人士看到。那为什么不直接发挚友？对啊，因为挚友可能也不是真心的好友，真心的好友才会把你那个截下来，然后开高对比。还有想要吃瓜，对，还有想要吃瓜的，对，就是我。对，还是想看呐，还是想看一下。对啊，你都发了，耶！我们来看最终排名吧。好，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呢？没有，我已经没有信心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名是谁？先看第3名。好，哇，紫紫绿绿的一株，还有1名，哇，
疾风电哇，真的假的？太强了吧！难道是子昌？真的耶，中途加入蛮亏的。只差一点点哎。对啊，很接近哎，好惊险哦。他说他最后一题是用逻辑算出来的，因为是那个晚上下班的社畜。他说的有道理，连我都没想到。蛮厉害的。不是，我想说 PO 这种文不是都会找一个夜空还是什么的？对啊。对啊。或者是好啦，也是会拍那个啦，桌上放一堆啤酒罐啦，然后把它调成黑白的之类的啦。对。哇！有些人还会写什么“我是谁，我在哪”，真的是失智哦。那就那没关系，可以晋升他。那我们来恭喜子昌吧！耶！恭喜你，你好棒！你可以抖那1000块给礼物喽。开玩笑的。真的可以抖，对，也可以不抖。对。好，我们的庆祝仪式这么的薄弱吗？不然我们要唱一首歌，还是按一些音效？好啊。好赞哦！好前卫的音乐，太厉害了！哇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强的。恭喜子昌！恭喜子昌，你最棒了，你是今天的大赢家！耶！那个这个礼拜如果有任何人取笑子昌，你都可以说你现在正在笑的是一个赢家。对，对，你是个第1名冠军哎，很棒哎。可以看到全部名次吗？我们来看看。头好痛。好像不行。我不可能比中途加入的人还低吧？我先关分享好了。好 ，OK。会不会等一下放一些不能看的？比如说我的裸子，不是没有那种东西。抠脚。他是给我什么很专业的报表吗？真的看不懂他告诉我几个人参加，然后哪一题谁没有人答对。哇，他把大家当学生啦，他告诉我哪些人那个学习上需要帮助啦。不可能有我。这应该可以放出来，好好笑。我要疯了。Need help， 来看谁需要帮助。没有啊。大家都不需要帮助。应该是因为有些人中途加入，所以得到的分比较少。对，有可能。好，结果看不到。来看看啊，有可以看每个人的答对率。这样真的好吗？礼物博士，你答对率也蛮高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第6名对不对？你的正确率是第6名因为后来的人都是中途加入的吧？是没错，所以这是个不公平的比赛。哇，我是第6名你们这些后面的人，尾段班的小心了。真的，你们这些尾段班的努力一点啊！下次敢不敢早点来？就能超车我更多喽。对啊，我们下次就可以把礼物按在最后一名，让他溺水救不起来。对，好坏哦，好痛，好可怕。所以你下次还敢来哦？还敢啊？那我们友情蛮坚强的。我这次再多练习。这个应该不是练习就可以的。我想 ，Oh my god！ 好，你最近有什么想宣传的吗？我最近想宣传就是快要1000订阅了。哇，那我也宣传我快要500订阅了，我也是尾段班的。然后请大家订阅我们2个。
对，请大家订阅我们2个啊，否则我们就会少一点订阅。对，不敢讲。也不能怎么样。对，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赞助那个卡户之后。哦，对，那个对，因为有些人后面才来，所以没有听到前面悲惨的部分，就是那个对，不是我本来以为卡户可以只缴1个月，我就以为我可以缴1个月的钱，然后这个月尽量用，就还蛮赚的，然后就没有，他只能缴1年份，所以我现在对我已经被抢了很多钱。我好了，我也是可以告诉大家多少了，台币3900多吧。痛苦，痛苦。因为我已经那个文已经发出去，已经跟大家说是那个观众可以参与了，然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好，头都洗一半了，那我也只能缴了，不然怎么办？不然大家今天就没得玩呢。哦，就对啊，这样对大家非常的抱歉，所以，说不定之后还会有哦。应该会啦，不然很亏耶。对啊，毕竟3000块用一次。如果之后没有的话，今天就真的是重金打造的节目哎。对，对啊，造价3900多，还没算我们的时间成本，救命！对，好，免费也可以有观众场是吗？不是是我不会用卡户。如果真的是的话，那就头痛了。那我就毕业好了啦。好，再见了世界。好，然后第1名可以私讯我的社群领奖哦。哦，对，我是不是应该把你要用哪一个跟大家联络啊？哦，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你的 X 是可以，大家是可以直接私讯的吗？可以 ，X 可以。那我就贴 X 给大家好了。好。等一下礼物贴给大家。哈？为什么你可以用免费的？他不让我用免费的，他就直接就跟我说我只能那个3个人，然后如果我要20人的话，我就要缴钱。什么意思啊？他歧视我？揍卡户，这是揍卡户，我要退钱。好，那就请第1名观众可以去私讯礼物跟他领奖哦。哦耶耶！谁说我很有效果啊？我是有认真我没有在对啊，好过分！对，好好讲话，乱讲话，气死了。那希望你下次来可以血池。好，下次我就是第1名了，你们这些人给我等着瞧。还是下次我就只让你参加这样子。也是可以。不可以吧？好，喂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哇我又可以多活1天啦！谢谢子昌捐我300块，谢谢，太阿莎利了，谢谢，我离那个还债又近了一步，耶！那还有什么其他想宣传或者想分享的吗？想分享的，没错，好像没有耶。好，那我们是要跟大家说拜拜吗？对，等下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为什么要选垃圾场？因为我觉得我出的题目还蛮垃圾的。好的。对。还有就是上次在那边被访问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垃圾风。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，我们可以延续这个。好啊，就是有点很穷的感觉。好，蛮适合这种破烂。对，我就是个破烂。我也是。太好了。耶，谢谢礼物，谢谢火车。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咯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
拜拜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